好，分享真到现场，今日手機本大家咧就係搞太藝術季哦，吼，也在藝術季咧係有3整日嘅時間，吼，就係一隻學期嘅意思就錯嘅，學期底度咧做得嚟手機動道嘅目標樣嘅發通，吼，本學生嘅還有新竹體期嘅人，吼，冇聽做係新竹體期嘅啦，特別老新竹咩算係清群嘅，係知道愛去到嘅片有即個較好嘅，乜個表演啊，還係展覽嘅話，咩係做得去就錯嘅。規則發通就係開放嘅較多，很多。嗰所一開始做得嚟睇下手機下後有乜個語文嘅發通好冇？有看到係法國提琴太多。对，像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像我刚刚有提过，我们学校有音乐研究所，那他们就会认识很多重量级的表演家，他们会推荐我们这个表演者他们是值得邀请的。那像这一个活动呢，就是他们有推荐我们去邀请。嗰所就係法國嘅片老推版，來做一類某種用可能良性的一個來比較就錯嘅係冇？對，他們有他們不同的交流跟合作的一些火花。還有就係吉他印象室內樂團，呀，唐講咩係就是係這個圖案嘅係冇？对，像这个吉他印象室内乐团，他们就是主动的递案子，递出一个他们表演的企划，那我们审核过，觉得他们的表演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希望也可以跟你们有一个合作。对，其实这些都是类似的一些過程。像一條嘅發通啊，吼，啲度係購票，還係大家做的自由入場啊。我们每一场活动不见得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开放给大家来参与，无论是购票，社區啊，還有大家就做的輕量來參加，係也係輕主要嘅啦，吼。然後也部分可能係語文嘅部分，吼。再來做的看到嘅係較靜態嘅展覽嘅部分，吼。那部分吼，通看到名嘅吼，真嘅唔地度係乜看嘅？係啊，種呀日好時係乜個意思？日日好時這個活動呢，它是一個針對時間做的一個系列的一個展覽活動。那它的特別處是，它是一個12校的共同聯合展出。那它以冇聽錯係新竹體期嘅。對，有包括台北跟桃園地區都有。對，其實那學生們他們可以自由的發揮，根據時間這個概念去創作他們的作品。然後，嗰種冇聽說會靜態的，對，他們也可以做出一個通態嘅東西。對，沒錯，我們沒有做任何限制。那最後呢，這些作品呢，就會在12個學校同時聯合展出。嗰種也會有脫鈎嗎？就是這個12學校，他們12個學校聯合來展出的這個的關於時間呢，也在議題嘅一啲展現吼，係有比賽嘅，還係有報名就做得來展覽安尼。對，但是針對每一個學校的比較優秀的作品，他們有一些評選機制。那最後呢，這些作品呢，還會再集結起來，再做一些比較不同的巡迴的展覽。一部分係一下就看得到嘅，係冇？對。還有啲居安思危吼，哇，糖豆吼，就老師係有關係就錯嘅，因為一下可能一紀念啊，睇下咩係對一引申吼，嚟食嘅東西吼，飲嘅東西，老七家較有關係咧吼，就有較注意是的啦。故所也居安思危係聽說懂重要嘅吼，啲下展覽地度咩看得到就錯嘅。對，這個活動呢，它是高雄逢甲美術館他們所策辦的一個特展。那他們在辦了這個展覽之後，他們覺得很需要把這個展覽再推出去，讓各自不同的地方的人看到，所以他們就有投了一個校園巡迴的一個計劃。對，那我們覺得其中一站就是在交大。對，沒有錯。還有下一站係獨白哈，還有就萬世新傳。好，還有就是三居記事，也第二位東西喺周青就係第一集素材係冇，還係有目標用嘅展覽的部分。這些展覽活動都是在我們交通大學的藝文空間舉辦。對。唔過按你話，藝文空間像係一集空間聽咩，也係有分目標用嘅日期係冇。有不同時期就對。對，它的每個展期都是錯開的。嗰時大家愛了解係哪時有乜個展覽嚟法，係唔係就係啲現場在做的拿到啊，有掉誒，就像這種手冊的部分。是。所以它只會在交大
还是在新竹可以拿得到？主要我们还是针对新竹地区做这本手册，但是如果对我们的艺术季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在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活动讯息。含喺做底有程度哈，有动到相关的啊，吼老亚搞台艺术季地度有哪地会发通，还有几个日期哈，冲亚展览的发通有分，这也是一样，就是把这几个活动分作3个月去一个评分它的日期嘛。不一定会评分，但是对我们就是在一季里面去把这些活动那么安排进去。冲亚就会发通啊，吼，也就一开始看的时间，七家会先去展览的时间，和去表演的时间，会先看过家就会表演演出吗？不会。所以你自己看的时候也会非常惊讶或惊奇。对，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先去看。对。所以一开始审核可能是他们之前的作品。审核的时候我们会有部分的资料，但是不会非常精准。对，因为现场的演出毕竟还是不同的。因为俺恰恰知道哈，俺恰恰就有知道有懂得潘发通的人哈，喺第之前哈，可能彩排的时候啊，或者是他们在预演的时候就空沟诶，也有表演哈。第真经的表演的时间哈，恰恰就少了一点那种惊奇的感觉。对，其实没唔会哈，你就会去甲T1没系T1空洞哈。对，没错。除了要展览哈，看松了黑卡静态的活动，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像刚才有讲到的大专表演艺术节，是，也就会好上的表演，系吗？对，这个活动就是我们有点类似仿效台北艺穗节。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办了一个活动，让各个不同的表演团队来参与这个节庆。不过也在表演的团队就会好上的团队就对，没错，我们的对象就是针对大专生。不过也喺老家就会因为有懂到你哋讲毕展啊，你有懂到戏剧的口呢，就是戏剧系啊，他们的毕展本来也就是要表演一出戏的话，老亚喺做得做一类结合吗？可以啊，当然没有，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节庆。今年是第2年举办。故说今年就会有30目相用的团体，从第一站喺动空间舞蹈吼，也会不会也下意识喺啲场所，系吗？对，是一个叫铁屋顶的一个场所嘛。其实我们是有3个不同的场地，那今年总共有16个表演团队，有将近40场的演出。哇，对，周青就会剧场的表演的风格，系吗？还是不一样，几乎都是表演，但是各个不同的团队他们的表演内容就不尽相同。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像动空间舞蹈hay哪方面的表演吗？他们就是舞蹈的东西，对。然后在我们的介绍上面都会有非常清楚他们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他们的舞马啊、戏马的内容的宣传，所以其实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所以像第2个所以铁屋顶不是交大的学生。铁屋顶是一个剧场空间，地上，对。所以那像动空间舞蹈会是知道是哪一个学校的吗？还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我有点忘记，好像是玄奘大学的。对，就是不一定，就是有很多个学校，有很多不同的。刚才有讲到哇，有40几场的。对，有16个表演团队，那16个表演团队来自不同的学校。所以像异乡人，它也是一个戏剧的表演。对，异乡人是一个戏剧团队，然后他们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的一群人。那这出戏主要是在讲大埔事件的东西，对，像这些介绍在这个文宣上面，我们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因为喺他学生吼，其实就对呀沙飞的议题啊，没懂关心啊，可能有很多人可能头白时间就知道学生嘅就读书就好，某一发就会太学生吼，就做得本教4年安尼。其实也喺太学生吼，真正做嘅动作嘅事情，没关心沙飞的议题啊，还有接触嘅动作语文嘅发通，嗰时像喺交通太。今年的期盼呢，交大的艺术季其实没有按那拱好啦，就是有带给大家不同的艺文的气息跟空间。像亚黑梦想音乐会，也有老家哈有看到的那种音乐是梦想用的吗？
对，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其实就是大专生他们自己的组成。那这个梦想音乐会是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他们的一个联合的口琴社的一个表演。对。古说迄学生的啦，古说呀，迄咩迄大家做得来，可以下家到的成果，算起来也算一个成果发表的感觉吼。好，也迄太学生的表演吼，今年咧没有搞太艺术季吼，也迄总结一下，嘿么，就是整个的交大艺术季，在这3个月，可能有刚还有讲的艺文的发通，还有展览的发通，还有青迷就还有大专生的表演艺术节的发通。呀，周青就会第一3年，唐迄落正经动精彩吼，就好像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就得本太家来参加。对，我们的活动其实非常多。那其实除了我们自己主办的节目之外，我们也会结合不同的资源，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做结合。像比如说第2个这个台积新竹艺术季，他们这个活动其实是台积电文教艺术基金会他们自己的艺文季的活动。每位老企业来做一个结合就错的。对，没错。对，那像第1个这个台联大系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教育界有一个台联大的一个系统，有4个大学称为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我说那西藏台红。阳明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也西藏就错的。对，那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艺文专案，是从台联大这边来。里面算黑底呀，搞台艺术季底度就错的。对，因为它就是我们结合了不同的资源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还有看到文化小旅行哈，小旅行是多小？小旅行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小确幸的这一个出发点，对。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的活动，那我们去拜访艺术家，然后去参访不同地区的一些文化，像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一次会举办一个到尖石乡的纳罗地区，那到那边呢，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往农业文化那边去走，其实跟一般我们去什么雕刻家啦，或者是油画家啦，对，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有各种不同面向的。不过唐贡吼，加亚文化小旅行吼一推出，报名就冇诶，冇。对，因为非常抢手，我们的人数限制比较少，对。因为一开始就讲了没，就小旅行没吼，就细细一团听听啦。不说做得接触嘅人咩动手吼，不过呀小旅行咱做得本大家做得很较看到较详细看到采体的文化，像这一次可能去纳罗那边了解一下农业的发展啊，没做得去家做得亲身来体验看呐吼，没有懂得像喺讲座活动啊，还有校园的艺文活动，刚还没有收给过的吼，从一摆咧吼。搞台艺术季吼，3年吼有收嘅按度嘅展览咯，大家有兴趣嘅吧吼，就做得去看咯。不过啲动作嘅展览还有发通地度咧吼，其实没有一系列吼精彩还有神奇嘅素材，做得老大家分享哦。也下大家先嚟去看一下，等下就报本大家啲哦。